你們要追求愛，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。哥林多前書14章1節。追求意思係努力地追求，熱烈地渴望得到一個東西。換一句說話講，保羅要我哋以咁樣嘅態度嚟追求愛。根據希伯來嘅觀念，保羅所講嘅愛係指對別人提供恩慈嘅行為。冇行動嘅愛，只不過係一場空談。喺登山寶訓中嘅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亦都使用追求一字，因為當愛冇從恩慈嘅行為中顯現出嚟，咁樣唔係無動於衷，而係逼迫。神要我哋追求愛，不斷以恩慈行動對待人。若不如此行，便成為一位逼迫者，亦都係嘲笑神恩典嘅人。墮落嘅世界極需要得到神嘅恩典。如果我哋沉陷喺神嘅愛中，將愛佔為己有，用嚟保護自己，咁追求就變成咗負面陰暗嘅意思。讓我哋一齊嚟跟隨主耶穌追求愛啦！眾人就都驚訝詫異，彼此說：這是什麼意思呢？使徒行傳2章12節。你會唔會覺得呢啲人嘅反應好奇怪？佢哋唔係詢問事件嘅來龍去脈，佢哋問嘅係事件嘅意義。當耶穌醫好生來瞎眼嘅人，門徒嘅關注卻係瞎眼嘅責任應該屬於邊個？然而耶穌關注嘅乃係為咗神嘅榮耀。我哋同門徒一樣，成日將重點放喺搞清楚事件嘅發生次序、因果關係，準確無誤嘅報道。但係耶穌係叫我哋將重點放喺神點樣睇。只有將日常生活同神聯繫起嚟，我哋先至能夠明白事件嘅意義。如果我哋唔知道神喺事件中嘅啟示，實際上仍然係一無所知。如果你開始練習思想事件嘅意義，不再一味地企圖揾出因果關係，你嘅人生觀將會大大改變。